继续咱要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这礼拜会宣布新的关税措施。经济补助团按算今仔日去美国讨论甲收集资料。然后大脚地嘛要伫咧美国召开头一届董事会，这个消息一个出来，嘛引起大家关注。安怎做？咱建议谈判办公室争取台湾的这种竞争力了。经济部长郭志辉初十接受广播专访，面对美国川普政府上任，要伫这礼拜宣布对顶关税措施，外界预定台湾顶部的有盘有可能会包含在内。半导体产业恐惊会面临100%的关税。经济部由政务处长江文玉带团要伫11出发去美国沟通。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收集一些讯息。美国如果科100% 的关税，或者科很高的关税，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。台湾到美国的只占我们出口的4.5%。郭志辉讲，以数字资讯为主。根据了解，进前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嘛有进行议演，但是美方对谈的战绩目前也无公开。不过，伫这个同时，台积电要伫美国时间初10头一届伫美国举行董事会，台积电的扩厂布局真受关心。政治压力一定是存在的，未来可能加速在亚利桑那州的建厂的进度，先进制程加快在美国的一个落地，甚至于说所谓的让美国政府或美国的企业入股台积电。台积电车站嘛公布2025年1月营收报告，合并营收新台票2932亿8800万，创下历年同期新高。不过罕见声明1月2日也甲买真侪间地动买的影响，初步估计损失差不多台票53亿。另外，经济部长郭志辉伫广播专访，搁再提起海外正电的议题，不是天马行空，这个事情其实在国外很多人在做。郭志辉讲，伫当地生产的绿电会当卖予当地使用，碳权再搁提转来台湾，无卖出去的绿电嘛会当搁牵缆线送转来台湾使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